少主，靖皇公主对你如此无情，你就莫再怜香惜玉了。你说的对，或许有一个办法，可以让静儿嫁不成，又可借刀杀人。少主有何高见？小的愿闻其详。明日你与妖兵把静儿抓回万古宗，再把王英引来。王英为救静儿，王后为救大王子，双方必定会争个你死我活。到时候王英胜，除掉王后，就可替我为娘亲报仇雪恨。要是王后胜出，除了王英，到时候我就杀了王后，救出静儿，一石三鸟。二王子果然高见，小的真是佩服。想不到，大人也学会讨人欢心的事了。你所追寻的，他能给，本尊亦能给。我知道，大人无所不能，可我只想要王大哥的爱。你这只是一种执念，让你看不清，放不下。也许吧。可我若连执念都没了，也就烟消云散了。彩雀，小薇姐怎么和别的男人在一块儿？许王英娶亲，就不许姐姐有人劝解安慰吗？要是姐姐选择福生大人就好了，他是仙，法力高强，而且对姐姐痴心一片，比那个王英不知道好多少倍。这么说来，要是他能帮小薇姐驱除对王大哥的执念就好了。这样一来，也许大家就都能轻松解脱了。对不起，大人，小薇还是放不下陈宇。哎呀，恭喜恭喜啊，王兄弟！李将军，兄弟啊，你与公主成亲太过仓促了，我都来不及特意为你准备礼物。来，这是我家祖传的一对龙凤玉环，全当贺礼，也是为兄一点心意，还望王兄弟笑纳。谢将军。兄弟啊，这公主虽已忘却了自己的身份，但她毕竟还是金枝玉叶，日后还望兄弟好好善待公主啊。将军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对待静儿。嗯，请。王大哥，阿莲，郑贤弟，你们都来了。
今日是王大哥与静儿大喜之日，我怎么能不来呢？也没准备什么礼物，就祝你们百年好合，白头偕老吧。谢谢。这吉时快到了，怎么也没见新娘子？是不是在别院里啊？要不我去看看。你这妖孽，现在还敢出现？识趣的话，快点滚！听到没有？快给我滚！给我把他拿下！是。站住！住手！小薇，请你离开。我最后再求你一次，跟我走吧。我要和静儿成亲了，我希望你能成全。什么？你竟然要我成全你？我曾笃信你对我许下的承诺，而如今，你不仅毁约，还要我成全你，要我眼睁睁地看着你跟别人成亲。我告诉你，我做不到。小薇，我已经跟你说得很明白了，从今以后，你我人妖殊途，再无瓜葛。不，你我是不可能断的，因为你心里爱的人是我，是你要我们之间彼此坦然，绝无欺瞒。难道说，你心里爱的人不是我，是李靖？只要你亲口说出来，我绝不再纠缠。你这又何必呢？你终究还是说不出口。你是不想说谎，对吗？你曾经说过，你爱的人是我，我信了。可你现在怎么能反悔呢？王大哥，你跟我走吧，我求求你了。王大哥，静儿还等你成亲呢，你要为这妖孽辜负静儿吗？哎呀，我一时太高兴了，竟然忘记拿盖头了。小姐别急，我这就去拿。你是谁啊？我是王校尉手下兵士，来看看新娘子准备好了没有。我已经准备妥当了，你去告诉大哥，我马上就过去。好的，好的。
也不见了。小薇，我已经决定了，从今以后，我会对静儿一心一意，请你谅解。休想！你要是和别人成亲，除非我死。小薇，站住！放开王大哥！我的事轮不到你插手。师姐，姐姐，师姐，住手！这是王大哥和小薇姐自己的事，别多管闲事。住口！你这个混蛋！姐姐。小薇，我已经决定要娶静儿了。如果你再不离开的话，你就别怪我刀下无情。那你就杀了我吧，杀了我，我便死心。王校尉，不好了，静儿小姐被妖兵抓走了。什么？你说，是不是你勾结妖兵捉走了静儿？不是我。大胆妖女，你声东击西，到底把公主接到哪儿去了？我不知道，不是我。不许你们诬陷我姐姐！住口！一方面是大闹婚堂，另一方面是妖兵劫走了静儿。世上哪有这么巧的事啊？你是不是怕静儿跟王大哥成婚，故意施此计？真是歹毒！我说过了，不是我。你不去抓妖兵，在这与我纠缠，不怕妖兵杀了李靖吗？闭嘴！不许你诅咒静儿，我非除掉你这个妖孽！住手！王大哥，告诉我，静儿在哪里？你也不相信我？静儿是无辜的，你不要伤害她。她是无辜的，那我呢？我是妖，所以就有罪。你就是个妖，而且是一个剜心的妖。我今天非除掉你！师姐，放手啊！快带小薇姐走！放手！快带小薇姐走啊！你放手！快走！放手啊！不放！姐姐，我们走吧。快放手！走啊！松手啊！师姐，你放手！放手！快走！放手！谁是你师姐？我没你这个师弟！我刚拿出盖头来，就见妖兵把小姐抓走了，一下子就不见了。是我不好，我没有保护好小姐。王校尉，我求求你，你一定要把小姐救回来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把静儿救回来的。王大哥，我知道妖兵把静儿抓去哪儿了。原来你是万古族的二王子。没错，我是万古族的二王子。我之前是怕给大家带来更多的麻烦，所以隐瞒了此事。我也是上次受伤，被族人带回去疗伤，才知道妖兵是王后所为，为的是取静儿的惊慌心窍，救我大哥的性命。我以为妖兵被庞兄弟设计打败，不敢再来，但是没想到今天又出现这样的事情，都怪我。不怪你，都怪我太大意了。事不宜迟，
我们快去救人吧。哎，要不要告诉李将军，派兵援手啊？此事不能过于声张。首先，静儿的身份不能暴露；大张旗鼓的出兵过于张扬。第二，我们没有证据证明是万古族把静儿抓走的。如果贸然出兵的话，可能会引起两族人的战火。王大哥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有什么比静儿更重要的吗？你不明白的。静儿比我更珍惜老百姓的性命。不过你们放心，我一定想办法把静儿救回来。郑贤弟，你熟悉万古族的地形，麻烦你带路。阿莲、庞郎，麻烦两位一起帮忙吧。好。有些人与妖为伍，跟我可不是同路人。师姐，就算你不把我当师弟，我也会一辈子把你当成是我的亲戚。再说，现在最重要的是去救公主，多一个人，多一份胜算嘛。阿莲，就别生庞郎的气了。好吧，好吧，就算给你个赎罪的机会。不过王大哥，我担心4个人会不会有点势单力薄？这个不必担心，我毕竟是万古族人，在族里，多数人跟我是亲戚，我们4个人去，不容易暴露行踪。要是人多的话，反倒会招惹麻烦。说的没错，敌明我暗，方便行事。那事不宜迟，我们上路吧。你们是谁？为什么把我抓到这里来？金皇公主，我可等到你了。你要做什么？我要你的心，救我的王儿。不，别碰我！哎呀，既然人已经抓来了，就赶快动手吧，抓紧时间，快点把他的心挖出来，给我王儿换上。王后，稍安勿躁。按照大王子的生辰八字，要等到晨曦吉时，那时阳光普照到大王子身躯，将大王子身上的阳气与靖公主的阴气相融，方能换心。你讲的是真的？我费了这么大心思将人劫来，你还是不相信我？也罢，就让他再多活几个时辰，反正人已经到了我的手里，我就不相信他能飞出我的手掌心。放开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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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怎么回事？你干什么呢？起死回生，本就是逆天而行。这些平常人承受不住，也属正常。
王后，你有灵物护体，莫急莫慌。别骗我！你别想再骗我！我命你立刻取金黄心窍，立刻！时机未到，恕司徒不能从命。王儿，王儿啊！骗我！你一直都在骗我！你根本就没有想过要救我的王儿，你不过是在利用我，你不过是在利用我！我拿你的命，我拿你的命祭我的王儿！孽种！快救公主！小维，我是替你取心窍换心的，杀了他，心窍就是你的了。小维，小维。
雀，姐姐，姐姐，静儿，彩雀，你拉着我干什么呀？我要去找姐姐。小薇姐有福生大哥保护，不会有事的。哎，你这葫芦里装的什么呀？那么厉害？就你这个半吊子，我能不帮你吗？这是我爹留下的遗物，怎么在你这妖手里？拿来！哎，小心！你居然把我爹留下的遗物给弄坏了！我不是故意的。彩雀，我们走。站住！你这叛徒，败类！静儿，你醒醒，静儿。优点。姐姐，糟了，姐姐不在这儿，她去哪儿了？彩雀，你别心急，我相信小薇姐一定不会有事的。你怎么知道她不会有事？她真的好委屈，被心爱的人误会，还被刺成重伤。现在夫人又不在这儿，也不知道福生大人能不能帮得了她。王英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，竟敢伤我姐姐，不行，我要找他算账。哎，彩雀，你别去了。当时那个情况，王大哥难免误会啊。什么意思啊？难道当时你也误会我姐姐？当然不是了，我什么时候怀疑过小薇姐啊？那就好，不要拦着我。彩雀，听我的，还是别去了。定。我知道你左右为难，就在这里等着我吧。彩雀，彩雀，怎么解啊？怎么解？快解！二王子，我万万没有想到，司徒长老竟然会是妖，还害死了王后与大王子。如今，大王、王后与大王子都已仙逝，族中群龙无首。恳请二王子能够留下，继承王位，执掌万古族。长老，我才疏学浅，也从未想过继承王位。至于这个位置，还是留给族里更适合的人选来担任吧。由您继承王位，于情于理再适合不过。由旁人继位，恐怕名不正言不顺呢。二王子，还请您三思。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。况且，我还要送静儿他们回南疆去。郑兄，你莫要顾及静儿了，还是要以前途为重。静儿，我不单单是为了我，也是为了我娘。我娘在世的时候，只希望我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人，平安度日。如今她不在了，我留在这里也没有什么意义，倒不如完成她的心愿，回到中原去。也不知道我师弟到底去哪儿了？难道真的与妖为伍了？你不是说，从此以后跟他断绝关系吗？话虽这么说，
可我还是担心呢。三妹，我扶你回房休息吧。不用了，让阿莲扶我就可以了。大哥，你也累了，早点回房休息吧。好，走吧。小心啊！小姐，小姐，太好了，你可算平安回来了。李靖，彩雀，我姐姐为了救你受了伤，你要赔她一条性命，跟我走！放开！我就知道你这妖孽早晚出来害人，看我今天怎么收拾你！不要打了，不要打了！彩雀，你答应过我不会害人的。我。你说过，你永远不会伤害我的。没想到，她也是妖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她是古宅那个荷花妖，老妖的义女。那你为什么不早说啊？我以为那个荷花妖已经死了，而且你们曾经救过她，她也细心的服侍我，没想到竟然是别有用心。我竟然出手伤了她，我真该死，我真该死！彩雀，你怎么了？姐姐，我再也不要为人动情了。没事，都过去了，有姐姐在。你打算怎么办？我不会再奢求王大哥的爱，只是我娘和彩雀都因我而受伤，我不能辜负他们，所以我要活着，我要取李靖的心。我会帮你完成心愿的。大人，小维虽然愚钝，但也知道天家仙人五衰之效。大人为了我，已经牺牲太多了，小维不知该如何报答。我做的都是我想做的事情，与你无关，也无需报答。大人，既然赌局已然结束，大人你也看到了你想要的结局，还是回寒冰地狱吧。你怎么现在真的变得像人一样，这么啰嗦废话？既然大人愿意帮我，那小维还有一事相求。什么事？是我娘，她突然不见了。毕竟母女连心，我总有种不好的预感，觉得她会有危险。劳烦大人去看一看，确认我娘无事，小维便安心了。
你是妖，却谁都放不下。但你可知，我最放不下的。 情深意浓啊！既然你们如此多情，就结伴一起去阴曹地府吧。你到底要干什么？我知道，青梅，你不肯跟我走。好啊，我要噬天诀。噬天诀绝不能落到你这种卑鄙的小人手里。口出狂言！告诉你，现在你已经成了我的手下败将，你没资格了。 我告诉你，只要我得到了噬天诀，这天下就不会再有人与我为敌了。夫人，福生大人没事吧？福生大人。 你确定跟着他就能找到小薇和彩雀？那也不一定。小薇想要李靖的心墙，我必须要杀了他，免留后患。彩雀，你的伤好点了吗？没事吧？彩雀，对不起，我误会你了，你别难过了。你这妖女终于找到你了。师姐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今天要亲手斩了你这个妖女！我不许你伤害彩雀！你给我闪开！阿烈！唐哥哥，唐哥哥，让我看看。庞郎，庞郎，走吧。
阿莲，不许走！你伤了庞哥哥还想走？我不是故意的，庞郎，要杀要剐冲我来！为什么要对庞哥哥下这么狠的手？我是妖没错，可是我的心肠没你狠毒，居然连自己的师弟都伤害！我不是有意的。走啊！走啊！阿莲，走啊！庞郎，阿莲，快走！不要，翠雀，不要！庞哥哥，庞哥哥，庞哥哥，你睁开眼睛看看我，你是不是很疼？睁开眼睛看看我。翠雀，你看看我。彩雀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姐姐，他那狠心的师姐把庞哥哥眼睛给伤了。你看看我，你看看我，你看过我，你可以睁开眼睛吗？彩雀，先别着急，救庞郎要紧。死的心是否就可以不会爱，不伤心？却只怕无人的夜里，那回忆来侵袭，它占据我的眼睛，你却长在我心里。错乱的爱情，忘记了聪明，心碎的声音。死的心是否就可以不会爱，不伤心？却只怕